大家。兄弟平安吼，咱时间已经到，请咱安静心，准备今日的礼拜。万国啊，你应着阿罗耶和华；万百姓啊，你应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你应着阿罗耶和华。请咱来唱歌阿罗上帝信诗第47首，信诗第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唱。听者，咱来攻读新的界面，新的界面伫信息头前有，来请，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
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竟然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13篇，启应文第13篇，伫信息后壁面第19页。来，我来刻，请兄弟姊妹来译。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哪定。直到你讲话的时，显明做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祭面，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咱同心来祈祷。伫天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众兄弟姊妹自入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你的权大悬过遮天，你的奇妙深过大海。你予阮性命，佮创造宇宙万物，这一切拢要归伫你的名，拢要彰显你的荣耀。我要献上满心的懊恼佮感谢。慈悲疼痛阮的阿爸爸上帝，求你赐阮信心，互阮体会人做袂到的，伫上帝凡事拢为。求你赐福阮喜乐，通叫阮的心神时时刻刻拢会当得到你的滋润。求你赐阮平安，互阮面对任何的挑战，拢袂惊吓。求你赐互阮智慧。伫学医的时阵，会当讲出学医的话。求你赐予阮勇气，互阮会通面对家己的过失，勇敢来改变。亲爱的主，你有丰盛的恩典甲慈悲，感谢你时时正做阮的保护，正做阮的帮助。创造宇宙万物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为阮备办圣经你的话语。互阮明白你，明白主拯救的真理，阮渴慕对你的话语得到今生的活命。但阮点睛听候，你恳求圣神开阮的心门，互阮意爱你的话语，明白透过罗牧师的教导，
欢喜来尊叹你。愿安尼祈祷恳求甲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要来学路吼，咱今日的学路是咱众兄弟姊妹斗阵来学路，咱用信诗203首，信诗203首，请咱先开吼，天下变变逐邦国，咱起立，咱来练全首。兄弟姊妹起立，咱今日吼，大家拢是信歌队。请坐。咱来讲读圣经哦，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4章第15节到24节。路加福音14章15节到24节，咱周标后壁面貌记载。我来读，请大家详细听。路加福音14章15节，当道的一人听见这个话，就甲伊讲：要伫上帝的国遮个有福气啊！若是上帝甲因讲，有一人办大宴席，所请的侪侪。到要食的时，找伊的奴仆，甲所请的人讲：就来8项米变啦！众人就同一个心推辞。头一个甲伊讲：我有买园，国不中就去看伊，请互我时。搁一个讲：我有买牛5对，要去验看，请互我时。搁一个讲：我有娶某，则袂得来。第21节，奴仆倒去，将这个事甲伊的主人讲，家主生气，甲伊的奴仆讲，紧紧出去到城内的大街小巷，带遐个送香的、破寿的、青面的、摆骹的来食。奴仆讲：主啊，你所命令的已经行伊，若是抑阁有剩位。主人对伊的奴仆讲：出去罗里甲篱笆边，免叫人入来，互我的厝满满。因为我甲恁讲，前所请的，无一人会得食我的宴席。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人。咱要请罗牧师来证道。罗牧师今日要证道的题目是：咱抑阁会通找什么理由咧
咱抑阁会通找什么理由咧？请罗宾牧师。各位所敬听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互咱会当搁一摆做伙来服侍敬拜伊，愿上帝平安恩典丰丰富富收在咱中间。请咱大声三感阿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每一摆阮会当进入圣殿，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你的时阵，阮的心拢充满感激。是主你听阮，你留阮的活命，阁互阮有自由，阮才有法度来到你面前。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常常珍惜即款的福气，知影把握阮会当亲近你的时阵来亲近你，因为圣经甲阮讲，都要趁天父上帝也有法度，阮会当去超找你的时阵，阮都要好好超找你。总是有时阮的贫惰，阮嘛是会软正，会灰心，得到阮有时来离开你，愿上帝你怜悯。早起阮要对你的话中来领受、来思考，阮甲主你的关系。愿上帝你的灵亲身运行伫阮中间来教导阮。伫阮咧敬拜中间，阮嘛常时少年阮的牧师甲圣歌队到伫南部，要来参加郭正尧传道师今仔要就任访牧，夫妇伫遮要来访牧。愿上帝你祝福郭牧师因头前的路站，嘛祝福圣歌队甲牧师因的出入，拢有上帝你三甲对地平安。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兄弟姊妹，毋知咱捌有讲你请人要食饭吼，临时却互人甲你放鸽子，甲你放粉椒的经验无？就是讲时间日子拢定好大家拢讲了，拢确定但是到时要做伙食饭的时阵，对方所甲你讲一个那个听起来真好听，讲堂皇的理由，就甲你就甲你拒绝，就甲你爽约我想拄着即款的情形，咱的心拢会真无欢喜这嘛是今仔日的圣经节在描写的一个要紧的内容。咱知影伫中东的文化，包括其实咱台湾嘛类似啦都是讲一个正式的即个宴会，大概会先定好日子先发一个帖甲你邀请到时间到主人才会去找伊的奴仆去甲你邀请，甲你提请安尼这是今仔日的圣经所描写的一个背景。所以咱看到今仔日的圣经写讲有一个人伊大伊摆一个真大场面的宴席请了济遮的人客到要坐到迄天，伊找伊的奴仆去甲遮人邀请但是安怎？干邀请讲来啦请恁来当物件拢准备好势但是结果讲遐个人客拢异口同声啦大家人拢共款的用无共款的理由，总是共一个结果，就是甲伊推辞即个邀请因讲的理由，咱拄则应当有印象听起来，雄听起来，那敢若好像蛮有道理那敢若有理由，敢毋是像讲迄个人，伊讲我买一块地爱搁去甲爱去看一个安尼听起来哪敢有理由？其实你详细想，因讲的理由拢毋是理由啦。你讲地买好，你要去买地，我想咱中间嘛有咱的兄弟姊妹有人这学财产你去买土地，敢毋免先看？敢无讲买好才搁看讲即块地买了好无？无嘛，毋是安尼嘛你讲买牛嘛共款伊讲我买一对牛我去看牛，去甲试一下，这真奇怪你买牛敢毋免先试哪有讲买了再来试？若无好要安怎所以这毋是理由。第三个人讲的理由好亲像靠道理啦伊讲我拄新婚啦我无法度去甲你参加。你知影是安咱讲伊讲小可较有理由，因为以色列人的法律即个条例内面有一个真有人情话
人情的这个规定吼，就是讲你吼新婚的人，拄拄娶某的人，你第一年毋免去做兵，吼，专心踮厝里顾某就好吼。但是迄是指讲你毋免去做兵，啊出来食一个宴席，哪有啥物问题？哦，所以你若家想起来吼，就是讲因的理由拢毋是一个吼真正确的理由，只是安怎一个借口，推辞的借口啦吼，推辞的借口吼。啊，安尼的推辞吼，安尼的推辞背后要表示啥物？背后咧表示的意思是啥物？讲一寡毋是理由的理由来推辞这个吼，这个主人的邀请，那它的背后的意义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讲因无看重这个宴席嘛，吼，嘛是另外方面来讲，因无看讲这个邀请吼，受邀请无甲这个受邀请看做一个真要紧，敢毋是安尼？若是这个邀请是最要紧，还是这个宴席最要紧，搁较艰苦伊嘛去啊，敢毋是？我像咱在座兄弟，你若常常收到一张请帖，讲，总统府吼，总统也要邀请你去参加国宴。你的反应是啥物款？搁较艰苦，你嘛拢甲遐吼，甲遐时间困难拢排掉。我就是迄工吼，我要穿水水来去互总统请，敢毋是安尼？但是安怎？但是这个人因却是用安怎一个真无合理的理由，来拒绝这个主人的邀请。所以你看，迄个主人听了后，听了这个提示了，伊足生气的。伊甲这个萝卜讲：恁出去吼。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找遐送香的、破相的、吼摆卡的，也是讲青面的，拢甲邀请来互我吼，互我请。啊，当这萝卜去完成这任务了，甲主人报告讲：啊，主啊，你所吩咐的，阮已经拢办好啊呢。但是要有空位，还有空位要怎么办？主人讲：恁搁去路边吼，去路呢甲篱笆边吼，免强人入来。任何人拢会使入来吼，坐满我的厝吼。落尾讲一句话真要紧，伊讲吼，伊讲我甲恁讲，以前我所请的人，无一个人会当来食我的宴席。咱甲想吼，咱安尼真紧留一摆讲，这个圣经咧写啥？咱甲想，本来是一个会使讲真欢喜的宴席，讲吼，皆大欢喜的吼宴席吼。但是那会讲到落尾是不欢而散吼，而且主人讲重话讲，以前我所请的人吼，无一个人会使哩吼食我的宴席吼。主要原因是啥物？就是因用无合理的理由嘛，用不合理的理由伫遐来吼来提示吼，这是互咱感觉真无彩的代志。早起咱要想的就是讲吼，用理由来提示吼。也是讲来为家己的生活，伫生活中的性命辩解，这是伫咱的中间常常发生的代志。这嘛毋是对咱开始才有。咱若看圣经，自亚当夏娃时阵就开始啊，对吧？当亚当夏娃因甲上帝咧做伙行的时阵，有一天讲，因食了迄个禁果，互上帝发现的时阵，因的对话是啥物款？咱来看吼。圣经安尼写讲，耶和华讲，啥物人甲恁讲恁是脱目体？问亚当，敢讲恁去偷食迄阵，我甲恁讲袂使你食，迄阵树仔果子吗？亚当安怎应？亚当讲你想赐互我吼，迄个查某人啊，甲我徛起迄个查某人，伊就挽落来，甲果子挽落来，互我食，我就食。甲理由摕互啥物人？摕互太太。当然上帝就去问夏娃讲：到底你做啥物代志？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夏娃讲：就是迄只蛇，你所创造的蛇吼，伊引诱我，我就食。所以你看，自咱的始祖开始吼，会晓找理由替家己辩解推卸责任自迄当阵就已经有啊，一直到咱即仔现今，你甲看，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嘛济人安怎为着家己的性命，为着家己的生活，找真济理由伫遐咧安怎，
咧替家己咧辩解。吼，咱讲几个例吼，譬如讲啦吼，譬如讲咱伫社会讲人无人比人会气死人对无吼？但是有时你若问讲啊，有一个人你若甲问讲，啊你哪会拢一直吼无啥物出息，吼啊你哪拢比袂着别人？伊的原因是啥物款？伊嘛一定甲你讲一大堆理由哦。吼，伊讲有可能哦，人迄别人是吼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啊，吼，伊都一世人免烦恼啊，吼，有即款的人无有啊，吼。我伫澳洲，我嘛足欣羡有，我有一个回友吼，伊真正拢毋免做代志啦，伊都莫去跋筊，啊莫去讲去捌着吼性的问题，迄个吼。遐问题以外，因兜几啊世人拢食袂了啊！吼，伊逐工就是钓鱼啊、拍球啊、佚佗啊，他的人生就是这样啊！吼，啊，这有时互咱的有个人会怨妒啊，讲啥我比袂着伊，伊都含着金汤匙出世啊！啊，咱过来，伊小学就读私立学校，咱拢读公立的啊！啊，咱若功课无好，人伊会使补习啊，咱也无钱好补啊！吼，啊，足侪理由吼，会使伫遐吼。会使讲真侪理由来替家己辩解，是安怎伊若比袂着别人？啊，就是有这原因吼。或者是讲啊，伫公司啊上班真久，啊那拢升袂起哩。啊，你若甲问，伊嘛有理由甲你讲，哦，啊我都袂晓巴结啦，吼啊，那你看啊，而且吼，我嘛袂晓拍马屁啊，啊嘛袂晓去送礼啊，啊，佫何况背景无共款啊，吼，咱拄则讲背景会影响你的吼。你伫公司的升迁袂？会啊！我印象足深吼。有一年的选举，咱即摆讲总统的选举，搁特别到啊吼。有一年总统的选举是陈履安，毋知配什么人，我袂记哩吼。啊，我去听迄政见发表吼，真趣味。陈履安伫台下顶咧发表意见吼，啊，台下骹咧听的人边仔有一个伫遐嗷念啊吼。我就甲问讲，啊是安怎？伊咧政见发表，你伫遐嗷念？因为陈履安有什么稀罕啊？他读美国什么大学？我也是读那个大学啊。他是博士，我也是博士啊。哦，啊回来的话，我现在只是一个吼，我讲我干一个吼，迄个啊，什么咱的政府的一个吼小小的科长，啊伊转来，伊就做教育部长啊。因为安怎？因爸爸叫陈副总统嘛，以前吼，讲背景无共啊，我袂晓巴结啦，所以我当然嘛比袂着啦，比袂着别人，吼，有真侪理由，功课比袂着别人，嘛有理由，吼啊，你看啊，这吼老师也无讲啥物时阵要考试，当然我考袂好啊，啊伊考的伊佫无讲，无甲讲考了出了吼。迄个无伫范围内面，所以袂好啊，吼。何况有时有个囡仔足古锥，讲啊，我都无像迄个人遐古锥啊。吼，阮有个同学生了足古锥，所以拢足得牧师的，足得老师的听。啊，足侪理由，咱会使足侪理由，为着家己伫遐来辩解吼。但是拄则我讲的这个理由，你甲想，侪人为了家己的性命，为了家己的生活，在编的理由。你感觉是理由吗？这是大先互咱去想。但是早起，我较要紧要甲咱想的，就是伫信仰顶面，咱甲上帝应该有的关系顶面，是毋是咱嘛是常常找理由啊来安怎来甲上帝将我疏远吼？当然，咱今仔日在场，我想毋是安尼，但是有些人是这样啊。哦，真正是要去思考哦。吼，你看吼。伫咱的信仰，咱来做思考。上帝创造世界用几工？6工，哦。啊，落尾工爱咱做啥物？讲安息，吼。咱即马是纪念主的国话，讲主日。意思是讲6工，互你侍农工商，你安怎？你会使自由去吼啊出入啊，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但是呢，有一工。上帝讲：你爱来施阮宝座前，上帝要将福气予你啊，嘛予你重新讲 refresh， 予你的生活会当重新一个吼新的气力来开始。但是是毋是每一个人拢有安尼在看重？无拄拄呢，无拄拄。吼啊！伫我牧会生涯中间，我
我真遗憾，我有甲一个吼真少年吼40几岁就过身的吼，即个吼兄弟主持告别式，我实在主持甲真正伫遐大好啦吼，伫遐好吼。是安怎吼？因为即个兄弟吼，伊是一个真友好的兄弟吼。伊真拍拼事业，伊已经有2间工厂啊嘛2、3间厝。我定甲招讲你吼，你已经安尼遮尔吼，遮尔好势有成就，你爱出来服侍啦，爱出来吼选中职啦，爱选执事吼，来教会服侍。伊拢甲我讲，牧师佫较慢的啦，佫较稳的啦，佫较稳的安尼吼。无拍算有一摆，伊的老母吼得了一种怪病，吼伊拢袂好，伊足友好，伊拢一直顾因老母，顾尾啊，伊的老母嘛是过身去，吼过身去，即个代志还佫无煞吼，因老母过身无偌久，伊家己嘛得一个毋知啥物病吼，一直拢袂好，倒伫病院的时阵，我去甲看，甲我讲牧师啊，拜托你替我祈祷吼。我若会好吼，我一定要吼尽力来服侍上帝。这是做牧师常常拄着的代志。我讲吼，我若是上帝，我绝对互你好。但是主权毋是伫我，我会当替你祈祷。但是，互你会好袂好是上帝，毋是我。吼，我是一个导管尔吼。结果，伊到落尾嘛是无好啊。我咧主持的告别式时，我足伤心的。我讲，一个人遐尼好，遐尼友好，吼，会使你好好来服侍上帝的时阵，上困难的时阵，你有足侪理由，你来吼，你来提示，你来吼，来甲上帝的关系，你伫遐来吼诉怨，真可惜呢。你看今仔日，即个譬如是咧对啥物人讲的？是咧对遐法利赛人，吼。遐法利赛人吼，甲以色列人讲的，对互因知影啥物？因头仔好，讲甲足好听，当伫上帝国的宴席食宴席有够好，但是因敢有心？通过即个譬如，主耶稣甲因点出来讲，恁无心啦，吼，恁有口无心吼。本来法利赛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恁就是上帝所邀请的选民呐，但是恁用足侪理由，甲家己提足侪理由。来离开上帝，所以咱看圣经，因为以色列人提示即个救恩，所以后来你看有真要紧的讲主耶稣基督惊掉什么人？保罗将福音来转到外邦人的中间这真正是真无彩对伫这段圣经本来是咧对即个法利赛人甲以色列人讲啊，但是今仔日对咱有啥物要紧的提醒？这段圣经对咱有啥物要紧的提醒？第一，得甲咱讲你有没有重视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啊？你有没有重视？你有看重无？咱拢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咧，你有看重这个身份啊无？是讲无要紧啦，有啊好，无啊好安尼我感觉这是第一个，咱也去想。我常常甲我的会友提醒讲，咱是上帝国，咱是公主跟王子呢。咱的身份是足尊贵，但是我毋知影咱有偌济人甲这个身份看作尊贵。第二，咱有看重咱甲上帝的关系啊无？这是咱对这个，譬如咱常常爱去想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你有重视吗？你有重视吗？真可惜啦，真可惜就是讲今仔日咱看到我讲拄则毋是咧，即个其实是爱讲无来的兄弟听今仔日有一寡兄弟同款用过去咱听到的理由，在提示，在忽略甲上帝应该有的关系。你甲看少年的时阵，你讲你哪会拢无安尼来做礼拜？哎哟，我著即么少年，爱成家立业啊，我爱拍拼趁少年好拍拼。拍拼了，即么结婚的时阵，囡仔佫出来爱顾囡仔，哇，过来著佫有理由啊，囡仔大汉嘛爱家顾组家庭啊，做啥？反正真侪理由，到落尾就是讲
上帝啊，你咧请吼，我无用吼。济人有即款理由。啊，若无就是讲啊，我都工作足忝的啦吼，我礼拜是咧补眠啦，或者是讲啊，我后礼拜因吼啊，要有一个好大的考试，我今仔爱准备吼。我感觉吼，这实在是真无彩吼。因为安怎，我常常甲会友提醒，敢有差这一工？有差这么一天吗？你要准备考试，敢觉明仔载要考，今仔日才咧读吗？哦。啊！你讲你足忝，你普通袂使去补眠，你一定要补礼拜嘛吼。即个基本的一个出发点伫倒位，就是讲吼，其实有遮尔一个理由的原因，就是讲你无看重你甲天父的关系啦，你没有看重跟天父的关系，嘛无看重吼啊，你吼对上帝所领的即个身份，你没有看重啦。这个关系，你若看重的时阵吼，绝对安怎？你袂用安怎？你袂用各种理由来拒绝亲近上帝。反正你安怎？足认真要亲近上帝。我用一个譬如吼，甲咱做思考啦吼。你看吼，当咱拢年轻的时阵，拢有恋爱过嘛？哦，都有恋爱过，敢毋是吼？啊，你看，当你交了一个男朋友或一个女朋友的时阵，你看重迄个关系的时阵。当对方一通电话来，你搁较无用，搁较远的路，你嘛拼去，敢毋是？这就是你看重嘛。哦，我还记得我有一个足好的朋友吼，我想着真趣味吼。迄当阵伊咧做兵，阮少年的时阵做兵，伊伫宜兰咧做兵，但是伊因为毕业嘛有做兵，啊伊伫大学交女朋友住屏东啦，哦。啊，所以安怎？伊若礼拜日伊上欢喜，就是去看因女朋友。对倒位？对宜兰，坐火车吼。迄当阵无这高铁哦吼，上紧是迄个快车。吼坐车，军人佫袂使你坐，爱徛爱让位啊。所以安尼就为宜兰啊，哭到屏东去吼。啊去屏东看因女朋友，看2点钟，又带着满足的微笑，又哭倒来吼。收银吼，你讲足趣味吼，你讲哦，啊，你若遮哦，安尼遮尔吼，遮尔有心安尼吼，讲啊，这安尼一定是一个吼真好的丈夫吼。但是我甲你讲啦，结婚了后就无共款啦。讲要搁去无？卖啦，这无就坐飞机，还是坐啥物吼？无要有遐尔吼用遐济时间吼。我咧讲，咱甲上帝的关系嘛，常常是安尼呢。当你拄认捌上帝的时阵，特别是第一代基督徒啊，因为你像我是第一代，足火热嘛，你有亲身去担到上帝的恩典嘛，所以你毋才会来信上帝。所以第一代都很火热，但是若经过几啊代，情形就改变啦。你若无看重这个身份吼，看重你甲上帝关系，那你就改变了吼。咱有一个顺口溜。台语的顺口溜，大家咱拢捌听过，讲一代清，第一代清，第二代明，哦，第三代讲你请我无用，哦，第四代讲厝经专心明，就是隔了越多代以后，你无咧看重你的身份，无咧看重你甲上帝应当有关系，这个安怎？这个关系就变了调吼。但是，请咱爱会记哩。咱讲这个譬如，你看，主耶稣有心无？主耶稣足有心嘛。因讲啊，会使伫天国，吼，伫遐食道的人是我尼福气吼。主耶稣讲这个理由，讲这个譬如，互因听，就是爱因知影讲，你爱看重这个关系啊，你毋好找遮济理由啊吼。但是因无咧听，所以你看，伫结论的时阵。这段圣经讲一段真要紧的结论，讲哦，我甲恁讲，这个主人甲罗伯讲，我甲恁讲哦，以前所请的人吼，无有一个安怎会通来食我的宴席。哦，啊，咱若对照福音书，阁有一个所在一段话嘛真严重吼。伫迄个马太福音第10章32节到33节，伊讲哦，见若伫人面前认我的，我伫天父的爸面前嘛要认你；啊，若伫地面前无认我的，我伫天父的爸遐嘛无要认伊，我感觉这是咱啊真细字，放伫咱的内心的吼。早起咱咧读这段圣经吼，
伫最后，我要甲咱提醒讲，无论你有看重你的身份，还是是毋是有看重吼你甲上帝的关系，但是有一个事实一定会发生，就是咱有一天拢要去看，拢要去见上帝啊！吼，当咱见上帝的时阵，迄当阵吼，主耶稣若用马太福音第7章第20、30讲吼，恁这做歹的人吼，离开我去，我无认捌恁。或者是用今仔日的圣经结论所讲的讲，歹势吼，恁以前我甲恁请的人无一个安怎会通食我的宴席。我毋知迄当阵咱的感觉是甚物款。我要甲咱提醒，迄当阵主课题吼已经变啦。即马你要有法度自由自在，上帝讲来吼，某人吼你爱来亲近我，但是咱有的人用真侪理由来提示甲上帝亲近。到咱要到上帝遐当头对面的时阵，即个地位是改变啦。迄当阵是咱爱甲上帝求讲，上帝啊，请你接纳我，互我会当入你的国度，甲你三甲坐道。但是今仔日的圣经结论，我要甲咱讲，到迄个时阵，你有法度用什么理由甲上帝讲，请主啊，你互我会当进入你的国度，甲你享受伫天的宴席，愿这咱放伫咱的心内。咱三块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你是遮尔疼阮。伫阮了无认捌你的时阵，伫阮了伫罪中的时阵，你就互阮有遮尔尊贵的身份，会当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牺牲，互阮成做上帝你的儿女，互阮有遮尊贵的身份。互阮会当呼求你是阿爸天父，有遮尔大的福气，总是主啊！伫阮伫世间的生活中间，阮有好好珍惜看重啊无？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对你的话中，阮会当得到智慧，嘛互阮会当做真好的思考。主啊，阮是已经受你邀请的人，互阮知影，阮要好好去牵调这个福气，互阮会当好好甲主你相合行。伫将来，阮会当来领受主你早就为阮备办属天的福气。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感谢罗牧师这么好的进度，咱来用诗歌回应上帝的教示。圣诗250首，圣诗250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全首。请坐，咱们来举行今仔日的奉献，请长款的同工来服侍，请咱大家用感恩的心来献到上帝。
请。会众请起立，咱来念奉献的时光。请坐，咱要进行今日的公道的时间，请咱掀开周报的内页面，咱大道的事项。教会仪式宣传正信徒万民皆祭司，咱爱读经祈祷，为心服侍，彼此相听。大道的事项第一条，愿主的灵激动咱的心，勇敢对主，按所采标来跑走。第二条，为着咱的肢体咧调养中的君主、回音、王兰、甘基、德明、秋敏、丽水、义梅、道招、秀荣、信雄、毅力、以乐、英德、调进，搁咧福建中的保育、招明、会中、必莲、文主、李丁、念之，咧化疗中的静茹、义君、雅娜。搁咧段义中的千惠爸爸，即款兄弟姊妹，咱来献上祈祷。第三条，为着咱台湾总统的大选，郭定营甲候选人会当提出核心新意的治国方向、理念甲政见，咱来为即寡事，咱来出声来祈祷，请咱来祈祷。天父上帝，我很感谢你，
用丰盛的慈爱来对待阮。伫阮面对软正欠缺的时，你拢无放杀阮，互阮孤单。感谢你，无论你是毋是，拢伫看顾阮。伫顺境时，你甲阮伫地；伫拄着困难逆境时，你犹原甲阮同在。收拾阮溃力，向前迈进。你是阮闪避的所在，你会庇应阮脱离苦难。亲爱的主啊，阮众兄弟姊妹欠缺，你拢知。求你加添阮所需要的一切，互阮的心中的苦楚会当得到讨报。感谢你照着你的话来应允阮，互阮知，无论踮伫啥款的环境，你的永远是阮性命的倚靠甲帮站。你的大气力会一直陪伴阮的道路。阮也要为着今仔日下晡伫台南进摇因的阿仔某的坟墓，到拜六中职培训的时间，以及歇热时阵，主日学青少年的生活营甲夏令营，献上祈祷，愿主来保守。最后，我嘛要引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声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伫哪里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来报告啊，报告事项。后礼拜轮到的时间，伫咧周报条前有轮到的人，请你家己看吼，毋好并拿着。来教会消息，第一条，本主日2位牧师甲干事。随同信歌队前往台南德光教会，郭敬尧传道夫妻奉牧就任祝福献诗。咱也感谢咱罗龙斌牧师，感谢牧师吼，来合作讲台的信息，愿主赐福坚固咱手所做的工。第二条，7月初8拜六上午10点。要召开中职会，下晡2点举办中职培训。讲员是圣经学院公关主任苏进财牧师。下晡5点半召开小会，请中职来留意。第3条，7月14到24，咱2位牧师安排年休，要返乡来探亲。期间7月19的查经祈祷会会暂停一摆。第4条，青少年团契要定伫8月19到20，举行夏令的营队，地点是桃园青年体验学习园区吼。对象就是各种高中甲大专生啊，拢学生就对啦吼。费用一律拢2000块，那报名表伫咱1楼的柜台，咱会当去摕。若要较详细，你会当找团契辅导、定性甲咨询。第5条，宣道补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一定伫6月30举行春季班的结业式甲感恩参会，学员志工拢总有80人参加哦。秋季班吼，课程报名拢一定额满。那要定伫9月初4陆续来开课，请咱大家为这代志来代祷。第6条。第3季7月到9月复习的排班表，一定有缀咱的周报，放伫咱内各团契的群组啦。除非你无咱群组群组，若你需要基本的会友吼，咱的招待都有，咱家己来摕。第7条，第3季7月到9月新眼光读经手势，一定来啊吼。那有需要的人嘛，去咱招待道家己来摕，并按照咱每日的进度来领收。那奉献的文献，咱家己看，若有漏交也是毋对的，则甲会计来反映。阁有应该无中着吼，咱来吟上吟第509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阿罗，咱会众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大家三甲之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后礼拜到遮煞，请大家灭岛闭会。